各位觀眾早晨，歡迎收睇呢一節嘅天氣報告。我係楊國總。過去一兩日咧，天氣係相當之熱嘅。今朝咧酷熱天氣警告咧繼續都係生效喎。氣温方面咧，今朝市區咧同埋赤鱲角嘅最低氣温咧都已經有成29度啦。其他地區嘅氣温咧都係介乎26至到28度。因為受到中國東南部上空嘅一個反氣旋影響啊，可以見得到咧香港附近嘅天氣咧相當之好啦，雲量係相當之少嘅。不過稍為遠少少啦，喺琉球群島嘅以南咧有個相當之大嘅天氣系統啊。呢一個咧其實就係熱帶風暴拿基利嚟嘅。預計拿基利咧將會採取一個西北偏北嘅方向移動啦，大致都係移去琉球群島一帶㗎啦。講翻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啦，我哋預計今日咧將會係大致天晴同埋係天氣酷熱嘅，最高嘅氣温會有34度，風勢方面咧會係吹微風。因為風勢比較細嘅關係啊，我哋預計今日稍後嘅時候，部分地區係會有煙霞嘅。今日除咗話係熱之外咧，天氣亦都係相當之曬啦。我預計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咧係會有12，強度係屬於極高嘅。大家要做足呢個防曬措施啦。而嚟緊嘅一兩日咧，我哋預計華南沿岸地區咧會普遍係轉吹翻一啲係西南風嘅。啲西南風咧，由於由海上邊吹上嚟嘅，所以帶嘅水氣咧，亦都會係比較多翻一啲。雲量咧，亦都會多翻一啲，同埋係有啲驟雨嘅。嚟緊嘅兩三日咧，我哋預計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，亦都係會有幾陣嘅驟雨。好啦，呢一節嘅天氣報告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